相信大家这2天都有关注到我们广西洪灾的消息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广西防城港人，看到我们的家乡被洪水侵袭，我们的内心都无比的沉重。在这个艰难时刻，我们全家连夜筹集了救援物资，运往灾区，为重建家园尽我们家的绵薄之力。在此也感谢日夜坚守在抢险一线的救援队伍、志愿者、基层工作人员等。一方有难，8方支援。也希望社会各界关注广西灾情，一起汇聚点滴善意，众志成城。我们一起守望相助，共度难关。广西加油！